讲到这中科院和两德造船合作的惠良畅水艇等的设置，着军事迷最近翕到这惠良规只出现相片，会当看到这头前呢是有2支的鱼雷管。专家表示讲，惠良会当讲是缩小版本的畅水艦，会当整合无同的系统来设置，发挥上界大的效果。未来呢，也会直接刷到大型的畅水艦。 船身是白红色的，载具浮出水面，外形敢像小型的舰舰。这是中科院甲两德造船合手打造的惠良水下无人载具。今年9月头一摆海试，方看到情形。最近佫再有军事迷看到惠良，为伫头前的2具鱼雷管也看得真清楚。它的设计是要建立一个水下的一个测试载台，那么可以搭载各式的。 设备包括声呐，还有就是鱼雷以及鱼雷管。那如果说整合顺利成熟之后，它就可能会移至到正规的潜舰上去使用，如此可以有效的就是降低研发过程的风险以及成本，这一点是非常有价值的。 专家认为，惠良顶是缩小版的舰舰，会用整合无同系统，发挥更加大的效果。未来直接移植到大型的舰舰。根据了解，惠良水下无人测试载具的未来规划甲用途，虽然伊属有测试的平台，会用验证多项科学研究的计划，毋是一只只能搭载武器的无人作战舰艇。不过，研发的成果也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，该有可能运用的所在。我们的重点是说，好，我们可以发展。 各式各样的水中温载具、水面温载具，但是经过大量的航行验证，然后跟友军做相关的通联或协调，这个比较重要。近期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是证实，中科院水下无人遥控载具的研发计划是国内新创合作研究，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军民通用关键技术，土地海洋资源的运用，不是为特定军事用途来发展。国防部是乐观来看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